點解你睇得明篇文，但係做唔掂閱讀理解？有冇試過咁嘅情況？你覺得自己大概明篇文講咩，但係一到答問題就唔知點答。其實睇得明係唔等於做得掂㗎，因為你可能忽略咗呢三大陷阱。陷阱一，即係大概理解篇文章，冇理解到細節。解決方法：學識拆句子，特別留意轉接詞 however、although 同埋語氣詞 surprisingly、unfortunately，因為佢哋會改變句子嘅意思。睇下呢個例子。呢篇文章嘅主題係 Should volunteering be mandatory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？ 即係話究竟中學生應唔應該被強制做義工呢？文章裏邊嘅其中一句前半部分都係講緊做義工嘅好處。如果用因果關係去判斷呢個句子，因為做義工可以令到學生嘅履歷更加豐富，容易啲入大學，所以好多中學生都會喺暑假嘅時候做義工。咁每個學生都應該強制做義工啦。但係呢個句子用咗 however，所以作者係覺得係做義工係對學生有好多益處，但係唔應該強制學生做義工。如果你只係大概理解篇文章，睇前唔睇後，咁就好容易誤解咗作者嘅意思㗎啦。我係 Miss Chow Chow，用心理學嘅方法提升你嘅英文成績。Ciao。